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蔡小军。新闻一开始，首先带你来看，为了预防青少年沾染犯罪，疫情解封后的第一个暑假，基隆市警察局动员了上百名的警力，执行青春专案勤务，针对游乐场、KTV 进行临检，还特别出动了抛弃式电击器。警方荷枪实弹来到 KTV 扩大临检。来，证件麻烦一下。可以。来这边。暑假到，上百名警力出现在基隆闹区执行青春专案勤务。不过，除了远警手持的冲锋枪之外，连难得出现这把抛弃式的电击枪也派上用场。往上拨到手动模式，就可以利用这个大拇指这边按得到按钮，进行放电，没错，这样。解开电阀，按下扳机，瞬间可以射出3万伏特的电流，可将对方击倒。尤其远警在狭窄空间遇上歹徒近距离攻击，很适合用电击枪来取代辣椒水。那抛弃式电击器，它可以近身用声音吓阻歹徒，也可以电击歹徒。那如果跟歹徒身上持有危害警察的武器，比如刀啦、棍啦，那我们就离他适当的距离发射。这个抛弃式电击器有3颗子弹。前2年疫情，青春专案规模缩小，今年警方大动作出击，就是希望提供市民一个良好的夜间环境。因为今天是7月1号，是青春专案的第1天，所以我们到辖区妨害青少年成长环境的 KTV 临检，劝阻这个业者不要提供青少年烟酒、槟榔跟毒品。暑假期间应该妥善规划假期，避免深夜在娱乐场所流连，维护自身的安全。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另外，为了让学生填饱肚子，同时关怀辅导弱势学生，高雄市青年国中与社区面包店合作，利用食物银行的概念，从民国103年开始推动爱心面包计划，持续10年，给弱势学生免费的面包享用，传递爱心，成为社会善的力量。高雄青年国中的学生在下课后非常开心，大家准备拿香喷喷的面包，迫不及待地打开享用。谢谢店长还有校长提供我们这些不同面包哦，每天可以吃到不同口味，很开心。巧克力跟热狗，下午再吃，就下午当点心吃。把这些爱心面包给大家吃，很谢谢他们，而且觉得很感动，他们有这样的举动。很感谢学校可以免费给我们，就是能够下午肚子饿的时候能够填饱肚子的东西。谢谢他们教我那么多年，真是辛苦。学生能有面包可以享用，全市辅导主任陈凯强从民国103年开始，与社区面包店家结合，利用食物银行的概念，推动了10年的爱心面包计划，来辅导关怀需要帮助的弱势学生。他到学校来都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学生。那我个人认为，食物是很好的安慰剂啦。那给他面包。跟他聊天的时候，那样的心理的感受呢，我觉得学生是感受到那个温暖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把辅导的工作跟介入呢，我觉得会产生更大的这个效果。校长也代表学校致赠感谢状，给长久以来无偿贡献的爱心面包店。看到那个学生跟老师来发感谢状的时候，我们就很开心啦。因为老板就属于他比较默默的行善，他比较不喜欢就是大肆宣扬。校长提到，除了关怀青年国中的学生，学校也以策略联盟的方式，将爱心面包计划分享给附近的中山国小以及偏远的茂林国中。资源本来就要共享，而且教育本来就不能分区域哈。其实孩子要需要，我们都会去帮忙孩子。那我们常常看到孩子拿到面包的那种表情，其实就非常非常的欣慰。高雄青年国中爱心面包计划持续关怀弱势学生，不仅温饱学生的胃，也在他们心中注入了一股暖流。谢谢店长，谢谢主任，谢谢校长。记者潘志光、何文瑜高雄报道。
再带你来看，台南市安平五期街区繁荣发展协会举办公益市集，为台湾癌症基金会筹募善款。同时，为了要响应头发齐捐、爱心无限的计划，网红爱吃灰也捐出了他自己的头发，制作成假发，捐给有需要的癌症病友，并邀请议员陈怡贞一起来拍影片，鼓励民众一起加入爱心行列。大热天留着一头长发，他是网红爱吃灰。因为一个心念，他特别花了1年时间将头发留长。日前在大家的见证之下，将头发剪掉，并捐赠给台湾癌症基金会，制作成假发，提供给有需要的癌症病友。因为我们当初就是因为我家人因为癌症过世，然后想说我们祈愿就是把自己留长发，然后男生留长发比较可能突兀，我们一路以来就是可能深受质疑，说怎么那么颓废。然后后来我们就是想要把这件事情就是抛砖引玉，让更多人重视这件事情，然后让更多人可以去可能捐钱也好啊，或是捐发也好，所以我们就找到我们的癌症基金会的代表，然后我们一起来共同可以共襄盛举这件事情这样子。那你头发留多久3年。3年哦，你今天要剪掉，会不会很舍不得？有一点哈，但是还是决定要把它剪掉捐出来，帮助所有需要的人这样。当天也结合台南市安平五期街区繁荣发展协会办理市集活动，借此吸引民众来捐发。市议员陈怡贞更是来到现场与爱吃灰拍影片，支持这项行动，鼓励民众可以透过自身的行动来帮助更多的癌症病友。为了很多的癌症的朋友，那一定在治疗过程中副作用可能会有掉头发，但是很多的癌友们呢，他们其实不一定有能力去负担这个假发的费用，所以透过大家的捐发，能够让他们呢也可以有维持一个不会让大家觉得说好像比较不好看的状况。就是很感谢爱吃灰的邀请，就是有邀请我们台湾癌症基金会到现场做一个捐发的活动，那他就是非常的有爱心，就是在受邀请的同时，他也有就是跟我们说，希望说我们在现场，他其实也有募集了很多爱心商品，也有很多的爱心企业来一起支持这次的捐发活动。这场捐发市集在安平德阳军舰园区一连举办3天。台南市安平五期街区繁荣发展协会理事长王伯群表示，希望能透过活动抛砖引玉，让更多民众为社会公益贡献一份心力。记者杨顺怀台南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基隆市教育处推出了海陆之间海岸水域活动体验这一项地方永续的海岸计划，预计将造福基隆2000人次的师生搭船出海体验各项海域活动，一块来感受海洋魅力与海洋教育。海洋教育亲身体验海域活动，进而推动海洋教育。近60位老师搭船出航，近距离观察海岸地形，101高地、潮境公园、酋长岩、象鼻岩，研究地质地貌外，还融入艺术美景。夕阳余晖下的海洋像黄金般的发亮。日落后进入重头戏，夜钓体验展开。海域生态究竟有多丰富呢？才刚把鱼竿入水，就钓起闪闪发亮的白带鱼。有的做白带鱼喽。一傍晚的时候都是白带鱼大摇，白带鱼最近才陆续过来。再来有青鱼、竹荚鱼，它每个钓点大概都是不太一样啊。跟着厉害的钓手选择钓点、钓饵及使用钓具的技巧。它跟恰章不一样，是它前面的鳍很长的就是蚵啊，那短的就是恰章。小心钩子以外，还要小心它的牙齿。你看我们刚刚的线啊，你看这钩子啊，这个就是这样一划，然后钩子马上不见。对，跟我一般市场上的不一样哦。有没有看到特别银色，不是白色？我们今天已经钓4条白带鱼了。这次活动不仅让教师们近距离感受到海洋的美丽，更能深入了解海洋生态。透过这个计划，把基隆最美的海岸风景跟海岸经济介绍给我们的老师，可以让小朋友可以从海上看基隆，看我们美丽的基隆海岸线是多么的美丽，在不同的时间，早上、黄昏、下午，都可以更加爱护我们的家乡。有爱城市就从海岸开始。这次活动不仅让教师们近距离感受到海洋的美丽，更能深入了解海洋生态、海岸地形地质，进而将永续海洋等海洋教育理念向下传承。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
您知道高雄澄清湖有一座隐藏版的海参馆吗？这一座原本由地下碉堡改建的海参馆，结合历史、生态教育意义，里头不仅能近距离观赏海洋生物，更有万年的贝壳化石与千年的珊瑚收藏，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同游览，体验海洋之美。说到南部的海洋生物教育场域，许多人会想到屏东车城海生馆，但您知道吗？高雄其实有一座隐藏版的海洋博物馆，就位于澄清湖的风景区内。外观看似不起眼，但它的历史可是大有来头。它是从民国48年，蒋介石先生就是先总统，他为了要有一个自己的皇生之处，所以呢，就选择在这个地方就盖了这一座地下碉堡黄河豹指挥中心。第一个进入到眼帘的就是这一扇具有历史文化典故的5000公斤重的核子防爆门，它是内含铅的一个架构，是一个铁门。那铅呢是可以吸收辐射的，也就是说，今天如果外面有核爆发生的时候，这个门一 lock 起来，它基本上来讲，核子的辐射是会被里面铅所吸收，所以它就不会进到里面来。82年的时候，我们呢就是进驻到这个场域，然后把它整形改建，所以从一个战争肃杀气息的一个地下碉堡作战指挥中心，然后转型成为一个具有生动活泼生态教学意义的。也算是全国唯一的地下碉堡型海洋博物馆，我们算是首创。除了建筑物本身历史悠久，馆内拥有的生物与珍藏也非常具有教育意义。例如这2条在这里生活了20多年的海蛇，罕见的在圈养环境中生蛋，就证明了这里的安心舒适。博物馆内也有不同种类的生物，让大家饱览海洋之美。杀人贝之称也是为全世界最大的贝壳砗磲贝。我们现在馆园里面博物馆所陈列这一颗砗磲贝，它具有10000年以上的历史。最大的特征就是从那个横切面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已经玉化了，也就是说它吸收了很多土里面的二氧化硒 SiO2， 年代够久远，它就已经成为玉一样的一个贝啊。那我们能够把它保留在这里，绝对是台湾之宝之一。这边大家看到了，这个是海苹果。那这个海苹果从外形来看，你觉得它的形状就真的很像苹果一样，颜色也很多变。它是一种海参，上面的话是它的触手，它正在进行这个摄食的动作。前面这个口是它的嘴巴，后面会有一个叫屁股的地方，所以它是有口跟屁股这样。那各位来到这边的话，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是一种橱窗式的一种水族箱的一个设计。那这样子的话呢，游客来到这边就可以很近距离的来观赏我们这些海洋生物，而且呢，同时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定时的一个喂食秀，让民众来这边看这些海洋生物的时候可以看到更多更细微的这些摄食的动作这样。这里还能看见1000年的自然珊瑚收藏，也拥有生态触摸池，汇集多重特色，让游客更能在特别的场域下结合历史、生态教育，一窥多样化的神秘海洋。下次不妨和全家大小一同到澄清湖这座隐藏版的海参馆走走吧。记者周福庆、李凡飞高雄报道。迎接暑假，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举办新片《海狮历险记》首映会，海科馆特别邀请海科馆的粉丝以及建德国小的学童一起来观赏这一部荣获很多奖项的《海狮历险记》，透过奇幻的旅程探险，唤醒大家对濒临澳洲海狮的保育观念。奥托的妈妈必须远离他，出海去寻找食物，单独留下幼小的奥托。《海狮历险记》讲述濒临绝种的澳洲海狮精彩故事。小海狮奥托在母亲和伙伴的协助下，学习驾驭环境。成长过程中遇上了大白鲨、座头鲸、墨鱼，带领观众一起踏上充满奇幻的历险记。这
这部片子其实很特别，是因为在叙述着一个这个奥托这只小海狮，那平常是父母亲的呵护，所以在一个很优渥的环境，但是父母亲觉得他的成长过程中应该让他去这个体验不同的这个生命，所以呢就把他放出去，然后在一个大海中悠游自在，但是发现原来大海不是悠游自在而已，有非常多的惊悚的这一些奇幻的经历，包含可能会遇到会吃它的这些狮子，这个大白鲨啊，或其他很大的这个形体的海洋生物。但是这一只小海狮虽然小，但是它为了它的希望跟它的目标，所以呢，在这种惊险的这种经历里面，它都还是有办法运用智慧，好，然后脱颖而出，最后都能够这个达到他要的这个目标跟这个历程。所以其实这个片子其实有很大的教育意涵。首映会邀请了建德国小学生一起欣赏，获得正面回应，更被师生一致好评。海科馆一直是这个基隆市的小朋友在学校之外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学习场域哦。那今天我们恭逢其盛呢，来参加这个《海狮历险记》的一个首映典礼。好，那其实所有的户外教育呢，还是要跟教育有所结合。今天这个影片呢，我们不但了解海狮它所处的一个生态环境哦，也深刻的体会到一个背后很励志的一个寓意啦哈。我想这个就是非常有这个非常棒的一个教育活动哈。那也谢谢海科馆提供这样子一个教育平台。那它现在呢，其实在设施改善了之后呢，其实越来越适合很多的学校、家庭，甚至是很多的团体一起来这边感受一下我们海洋的相关的生态跟科技，有我们很多的教育的方面，都可以从这样子的海科馆的设备提升上更深入的推广。那也非常感谢，就是我们的馆长呢，他很积极的在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基隆市议会呢，其实像议长也很关心教育的议题，所以我们都会一起来努力支持推动这样子的场馆的相关的设备的提升。《海狮历险记》获得多项大奖，包括野生动物保育电影节、作家生态系列影片奖、鹿特丹野生动物电影节官方优选奖，是一部值得观赏影片。我们在博物馆里面也推动了非常多的多元的可以参与的课程，包含种珊瑚，包含美人鱼表演，其实都在倡议着怎么去爱护海洋。所以其实很多元的这种活动，如果来参与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真的是生命很可贵，但是我们其实是很小的一环，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这个大环境能够付出一份心力。迎接漫长暑假，海科馆也推出多样精彩又丰富的展览。暑假期间，海科馆天天开馆，假日延长服务时间到傍晚6点。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再带你来看新北市立陶瓷博物馆戏水池，即日起开放免费入场。水池高度约20公分，适合各年龄层的小朋友们一同游玩。馆方每周1及周2会关闭水池进行清洁，确保水质。小朋友们换上泳装，拿起水枪，在池子里玩得不亦乐乎。这里是新北市立陶瓷博物馆外的戏水池，每年夏天都会开放给公众免费入场玩水，几乎成了周遭居民每年一定要来玩的夏日戏水圣地。新北市立陶瓷博物馆营运行政组组长林宗林表示，欢迎大家把握夏季来到陶博馆戏水池消暑，度过充实的暑假。因为其实我们陶瓷艺术园区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园区哈，那有很多的公共的艺术品那很适合就是家长带着小朋友来我们这边玩，可以顺便欣赏我们那个户外的一个公共艺术品的部分，那也可以让小朋友这边尽情的玩。另外我们戏水池旁边也有沙坑那还有另外我们还有那个窑烤面包哈，那就可以欢迎大家可以多来这边。夏天玩水是很好的一个消暑的活动哈，那我们的戏水池开放时间是从早上9点半，然后平日是到5点，然后假日是到6点。那欢迎大家来我们戏水池，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来我们这边玩水。李宗林表示，对于水质及安全都有完善的控管，每周1及周2都会固定清洁保养，确保小朋友们都能够在干净的水池里游乐。水位高度约莫20公分，让各年龄层的孩童都可以在水池活动。同时，他也呼吁来戏水的民众不要站在水池中间的球形装置艺术，避免有跌落的状况。我们这边都有保全会在这边巡视，然后还有展场人员。另外，我们这附近也有一些 AED 的设置，还有包括一些
医药箱等一些急救的必要的措施等。那就是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找我们现场的保全或展场的服务人员这样子。我想最重要，戏水最重要就是要注意安全。那就是说，在水池里面的时候，可能就是不要去奔跑，那不要去踩踏那个草球，怕滑下来。那另外家长可能要看着小朋友，因为有时候小朋友会比较攀爬一些阶梯啊，或一些不注意水深啊，或者是一些情况，那就是避免危险这样子。当日有2所莺歌在地的国小及幼儿园带着班上的同学们来玩水，他们都表示，因为学校临近陶博馆的缘故，每年夏天都会趁着放暑假前带同学们过来玩水。同学们也都相当喜爱这项活动，都玩得非常尽兴。2年级的学生来这边玩，因为暑假快要放暑假了，所以刚好期末考完，就让大家来放松一下。对对对。哈？怎么会选这里？因为离我们学校比较近，然后步行就可以前往，然后又是免费的，对啊，可以让大家而且水深蛮浅也蛮干净的，所以就可以让小朋友来这边放松这样子。因为我们学校每年都安排陶博馆的参观，每年有时候是去里面参加 DIY 活动，然后有时候是在那边玩沙玩水。那在陶博馆规划一系列活动，可以让小朋友待很久这样。然后假日的时候，我们会请家长来这边参观啊，他们来玩水。所以陶博馆是一个非常老少咸宜的地方。陶博馆戏水池即日起免费开放到10月10号，每周3至周日9点30分至17点，假日则延长到18点。馆方也呼吁民众避免让孩童在池畔中攀爬、奔跑或推挤，亦不可乘坐重压池内的陶瓷球体。在休息区铺野餐垫共享休憩时光时，也请留意，请勿挡住通道，请市民朋友们一起维护环境清洁，享有干净又安全的休闲环境。记者李根基新北采访报道。同样是享受玩水的乐趣哦。台南柳长尖山皮度假村特别引进全新的气垫师乐园亲子气垫设施，在暑假期间开放3到12岁的儿童免费玩到饱。另外还规划了水陆大冒险、毛孩绿市集及宠物入园优惠等活动，让民众多一个消暑的好去处。位在台南柳营台糖尖山皮度假村，为迎接疫情解封后第一个暑假，同时也是国内家庭旅游的旺季，特别推出一系列亲子宠物暑假系列活动。除了有清水气垫设施、气垫式乐园，让民众尽情玩水，另外带宠物入园，主人还可享免票入场。尖山皮度假村呢，今年呢暑假期间呢推出气垫式乐园哈。那因为暑假期间很热嘛哈，那小朋友最喜欢的就是玩水。那我们有一个气垫的一个水池啊，让小朋友呢尽情的在里面去玩耍。那另外呢，我们在暑假期间呢，针对那个毛小孩，我们也举办了毛小孩的市集。那希望透过那个有养宠物的这些爸爸妈妈呢，可以带着他的宠物呢到园区里面来做尽情的玩耍。那这边带宠物的，我们也有优惠的活动哈。那在官网上我们都有公布出来哈。那希望是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让暑假期间呢，爸爸妈妈可以带着你的小孩，还有带着你的毛小孩啊，到我们尖山皮度假村来尽情的一个玩耍，欣赏这个湖光水景。度假村引进全新气垫式乐园，设有10平方公尺的充气戏水池、海盗树屋水滑梯与手摇船等。活动宣传，台糖公司也特别邀请邻近的新山国小小朋友前来体验，每位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就是可以玩水，然后还有一些生态活动，就是可以帮助小朋友在自然界有更多的认识跟学习，还有了解这样子，然后对他们的那个课外活动，就是在这里是可以有很多课外活动的一个吸取的经验跟回忆，很美好的回忆这样子。除了气垫式乐园，另外暑假期间还推出蝴蝶王水陆大冒险的套票，包括门票、游园车、蝴蝶帽 DIY 教学与水库冒险等。另外还有毛孩绿市集，只要带宠物入园，主人免门票外，另外同行还享有门票半价的优惠。欢迎全家带亲子毛孩一同前来体验。记者林根台南报道。为了要
了打造符合亲子需求的游憩环境，台南市政府积极挹注经费，更新改造各区公园游戏场游具。其中北区区公所别出心裁，在正子寮公园打造了台南第一座有滑步车道的特色游戏场，让学龄前的儿童到青少年都可以滑车追风。小孩子骑着滑步车开心的玩。近年来，滑步车已经是儿童之间最夯的运动项目之一。台南市公务局补助北区区公所300万经费，将区内的正子寮公园打造成台南市第一座滑步车特色游戏场。透过咱里长招到咱的里民乡亲大家共同讨论，因发觉到讲咱即摆囡仔需要一个较正确较正当的迄个休闲的活动滑步车伫咱这段时间伫咱台南市嘛真流行所以咱里长还有咱乡亲好朋友来感觉讲来设这个滑步车，来对咱的小朋友有真大的帮助。这座公园规划总长115公尺的双环形跑道，包含出发平台、波浪形跑道、圆弧障碍及超高渠道等等。为了让儿童玩得安全也开心，北区区公所在开放之前，特别与市长洪伟哲、议员陈怡贞等人来视察。这个本来这个公园已经是一个老公园了，本来的游具都已经是老了这个步道和公园的那个设施也都旧了有些破损了。那经过我们改造之后，很谢谢我们里长，还有我们各位议员，还有尤其我们社区的志工，大家的一个努力加上公所的一个配合，能够打造成为一个新的又有特色的亲子共融公园。那我相信不只是社区的爸妈，很多附近甚至更远的地方的孩子跟爸妈都会来，一方面玩这个赛道，一方面又可以玩特色游具。北区区公所表示，一般邻里公园已经不只是单纯提供民众散步使用，在改造的同时，需要注入更多的巧思与多功能性的展现，满足不同年龄层的需求。另外，台南市政府将持续检视市内有设置游具的大小型公园，逐步编列经费来维护改善。记者杨顺怀台南报道。再带您来看新北市112年度周末艺术秀，周末在板桥区府中商圈开演。暑假的每周六将由25所高中、国中、国小共41个艺术团队带来音乐、戏剧、舞蹈、民俗技艺等精彩的表演，展现青年学子的活力才华。教育局副局长刘明超表示，新北市从93年起首创周末艺术秀活动，在每一年暑假期间邀请各校优秀艺术团队到境内的观光景点演出，让学生能够有不一样的展演舞台，也让市民有亲近艺术之美的机会。今年首次在板桥府中美学示范基地的府中青年美学空间、府中广场等地举办，希望透过多元艺文活动，让府中展现艺术活力，成为年轻人最爱的场域。那之前的3年很可惜，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停办了3年。从今年开始，我们又整个把它拉回来。那其实以往在办理的形态上面呢，我们都是到我们新北市的各行政区的各个不管是名胜古迹或各景点去做办理跟巡回。那今年我们特别结合我们板桥的那个府中商圈，还有府中广场等等这些地方，拉回到这个区块来，一起让学生在这里有一个表演舞台。其实我们很期盼的是说，让学生在表演过程当中，跟我们结合商圈的一些活动，可以让我们的学生跟市民朋友可以有互动的一个机会。那最重要是让我们学生的表演有一个舞台，可以让学生更有自信，展现他们学习的一个成果。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期待说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可以有这机会，让我们的学生的表演让他们看见，甚至他可以来鼓励，或是说肯定我们学生的一个表现。那最重要的是，当然府中商圈这整个地方是未来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商业的一个区块。那我们也期待说，在这边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结合，让我们的这里的活动能够更加蓬勃发展。首日由庄敬高职学生带来精彩的舞蹈演出，参与的同学黄诗琪说，为了练好舞蹈，利用课余时间花了半年多才渐渐有了成果。吴雨涵则表示，能够来到府中商圈表演，让他们既紧张又兴奋，很高兴能带给大家精彩的表演内容。我们每天放学都会固定在放学的时候会固定一起去练习，然后大概花了半年左右，或甚至到8个月这样子。对，然后我们今天接到这表演的时候，其实很紧张，然后后来我们看到就是观众都很热情啊，然后而且
只是现场也蛮嗨的，从紧张变到就是很快乐，在享受这个表演。教育局表示，112年度的周末艺术秀从7月1号起到8月26号，每周六下午到傍晚举办。欢迎市民朋友假日携家带眷同游府中景点，同时来欣赏优秀艺文团队的演出，来场夏日音乐飨宴。各场次表演团队资讯可以上新北市社会教育资源网艺术教育周末艺术秀查询。记者赵世渊新北采访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台北市大同区公所112年的成年礼活动，在永乐广场温馨登场。适逢城隍爷诞辰前夕，特别由城隍老爷祝福即将步入成年的礼生们平安长大。市长蒋万安也在现场恭喜所有的礼生转大人，迈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参加成年礼的礼生与家长们来到台北霞海城隍庙，在城隍老爷的加持下，祝福即将步入成年的礼生们平安长大。市长蒋万安也到场一同欢庆这个重要时刻。除了感到格外开心与感动，蒋万安表示，有着城隍爷的祝福加持，更是让这次成年礼活动充满神圣的意义。今天所有来参加成年礼的礼生，所有的年轻朋友，在我们城隍老爷的见证之下，都能够迎接人生新的里程、新的阶段。我也期待我们每一位今天参加成年礼的年轻朋友，展望未来都能够发光发热，能够朝自己的梦想目标前进。大同区公所除了精心准备丰富的成年礼品分享给礼生及家长，现场还安排精彩歌唱表演、精油按摩孝亲仪式以及成年盛典等活动，带给礼生与家长温馨愉快的亲子时光。而压轴彩蛋抽奖活动更是让现场气氛嗨到最高点。我们今年的成年礼特别结合我们霞海文化节，那也适逢我们城隍老爷的圣诞了，所以我们今天办理一系列的活动，除了替城隍爷暖寿之外也让城隍爷替各位礼生祝福献上平安跟喜悦除了刚刚替霞海城隍庙的城隍爷暖寿之外那我们今天也办了一些精彩的活动。区长这边要祝福各位礼生即将成为一个有担当脑负责任的成年人以外不要忘记在你们的左手边、右手边要感谢你们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我在这边要祝福各位最佳男女主角鹏程万里，同时也要祝福我们在场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阖家平安。这次成年礼活动现场涌入300位亲友与市民一起见证温馨且特别的成年仪式，许多礼生更是全家出动，还有3代同堂的共同参与，不仅展现家庭的凝聚力，也见证家族的连结与传承。记者林启慧台北报道。再带你来看，桃园市府青年局在中路社宅2楼设立中路电商基地，不仅提供完整的电商通路上架计划，辅导在地的青创团队，还有摄影棚、直播室、物流室等空间可以免费提供给团队使用，期盼借此帮助青创团队打开销售通路，提升品牌能见度，完成创业的最后一里路。请启动。随着倒数声宣告中路电商基地正式开幕使用，桃园市府青年局日前在中路社宅2楼设立了中路电商基地，不仅提供一整套完整的电商通路上架辅导计划，还有摄影棚、直播室、物流室等空间可免费提供青创团队使用。开幕当天还特别与知名电商平台合作，现场直播销售 T Select 桃园严选商品。桃园市长张善政也现场下单支持，希望能借此辅导在地团队打开商品销售通路。电商是我们开发出好产品以后行销最重要的一关。除了在实体销售以外，在网络上面销售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风行的行销的手法。所以我们一方面培养我们的这些青创朋友做出好东西，再下来最后一里路就是要让他们能够有好的行销管道。今天我们中路的电商平台、电商基地就是要帮他们完成电商的最后一里路。我们这边提供了电商直播所需要必备的一些基本设备，也会有一些培训的做法，让他们除了开发好产品以外，也会变成一个自己产品最好的行销的人员。
多个预定接受辅导计划的新创团队也在现场展示商品，从在地青农到文创商品都有，把握机会拓展品牌能见度。有团队也分享先前尝试上架电商通路所遇到的挑战和困难，因此很感谢桃园青年局如今提供一条龙式的辅导计划，帮助团队不再瞎子摸象，完成创业最后一里路。先前呢，我们自己也尝试在国内的其他的电商平台上架，但是第一个上架费用高，然后我们还要有专门的人员来协助上架。那还有再来就是商品的物流的部分，就是在这个库存啊、寄送的部分，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人力的负担。那现在有这个基地来协助我们做产品的出货，还有呢协助我们做产品的上架，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大大节省我们的人力成本。对，那也让我们能够在电商的一些页面有更好的露出，再加上这里是一条龙的服务，还有线上直播，所以我觉得对我们的业者来说，协助是非常大，然后让我们可以更快的去推展我们的商品，也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直播的机会，或是有更多的新创团队可以加入，让他们可以一起来推广自己的产品。谢谢。桃园市府青年局表示，今年中路电商基地的营运目标，希望能辅导400个以上的桃园商品上架到电商通路，并预计邀请在地知名业者一同参与，发挥以大带小的力量，协助在地青创团队拓展更大的商业机会。记者刘玉婷桃园报道。再带你来看北漂回乡的青年，2年前在冈山开了深夜食堂，今年5月还入选了米其林的指南。老板想起开业时遇上疫情，因此很感谢青年局的青创补助，让餐厅得以坚持下去。今年青创补助有近300家的事业通过，高雄市府欢迎其他青创事业的青年明年来申请补助。虱目鱼肚在油锅上滋滋作响，搭配中式的黑豆豉，再用日式类蒲烧的方式熬卤，这是入选米其林指南推荐的美食。北漂青年回到自己的家乡冈山，开了一间深夜食堂，用温度来命名，希望能带给大家的不只是人情味，还有各式各样的温度与氛围。老板也与我们分享当初让他想回馈社会，并且爱上做菜的原因。高中的时候是参加了纳马下乡的一个活动，所以我有去那边做菜给他们吃，所以那个时候才会觉得哇，这边的人的物资没有像我们城市的那种小朋友吃的这么的好，对，所以就会希望就是用这个方式，就是可能去做一些料理给他们吃。其实讲真的，到后来他们感受的那个温度，不是说他们吃得很开心，也不是说怎么样，就是他们回馈给你的，其实不用说要给你钱，给你什么，他们最大的点就是他们的那个笑容吧。对，因为他们可以看他们吃得很开心，我觉得这就够了。想开一间没办法被取代的店，也希望让客人有舒适的用餐环境。餐厅没有提供制式菜单，老板也特别找了非本科系的合伙人，希望可以在每期的菜色上蹦出不同的火花。一起做这个行业，就是因为我看中他不是本科系，我是本科系，所以我会有一定的既定的一个印象，比如说什么东西搭这个东西，就一定会成为什么样的风味。我脑海里都其实用想，我大概都知道说，哦，这个东西加这个东西一定会很好吃，就像山药排骨汤。可是它或许会蹦出其他的新的花样，是我没有想过的。前2年餐厅开业刚好遇上疫情，老板特别感谢青年局雪中送炭，透过青年局的青创补助，让餐厅得以坚持下去。青年局补助他租金10万元。生财积蓄5万元，总共15万元，帮他度过疫情的一个艰困时期。那他使用的是在地的食材，那另外也有相关的回馈乡里的一个措施，那值得推荐给青年朋友或者是乡亲能够认识这家店家。青年局也提到，今年青创补助已经截止，将近有300家事业通过，也欢迎其他青创事业的青年明年也能申请青创补助。记者黄冠维、何文瑜高雄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大溪是桃园绿竹笋最大的产地，种植面积超过了300公顷，产量近2000公吨。每年5到10月是盛产的季节，农会将举办评鉴比赛，一起来跟高手来学挑好吃的竹笋。笋农小心翼翼地将深埋土里的竹笋挖出，每年的5到10月是绿竹笋的产季，各区农会也将陆续展开评鉴比赛。大溪是桃园绿竹笋最大的产地，总种植面积超过300公顷，产量将近2000公吨，可以说是绿竹笋的故乡。口感鲜甜、软嫩、富含纤维，是许多老饕的最爱。那你知道好笋该怎么挑才好吃不反苦吗？经笋啊，就是要经这型的，好弯。啊，过来，袂使出青，袂使出光。吼，啊，我即马正手柄这支就是出青，大家看到吼。倒手柄这就是白，正手柄这就是出青，佮出光。吼，你看袂出来这，伊这内底有光，光内底的粉啊会苦。吼，啊，所以你若讲金笋啊，这会使做凉拌青炒啦，吼，会使讲做煮汤啦，这拢100%我倒手这啦，吼。啊，正手这个是会使煮汤尔，重点是。你还阁杀过，你无杀过会苦。这就是咱破开以后，你看内底迄个汞，汞迄内底就是有粉啊，有粉的所在就是汞。啊，头的所在无要紧，即嘛是这内底这汞安尼有粉啊，迄粉啊就会苦。你若要煮汤创啥，你要甲抠掉，啊就袂苦啊。桃园近年来都在推广不打农药、减少化肥的有机农业，但农民指出，传统农业面临老年化跟缺工的问题。虽然大家都愿意转做有机，可是不打药而疯长的杂草却找不到工人来除，老人家也除不动。未来会让荒地更多，更没有人务农。叶志华表示，政府除了辅导青农，也要先顾好老农的权益，补助工费或经费。就咱即马这个农民，即马大家看会到这个草吼，根本。拢无请无工人吼，伊即马的工价来讲，一工2500，啊，搁食中昼，搁2顿点心吼，啊，搁凉水吼，这种加起来差不多3000桶块吼。这希望说政府会使伫这个方面上吼，会使甲咱这个人啦、甲钱，会使甲咱农民赞助，安尼农民才会使继续做咧。啊，毋知讲政府搁伫推什么青农回乡吼，我是希望讲，青农回乡这当中，老农先顾好，再去顾迄青农吼。安尼才有法度啊！希望讲对青农这地吼，会使一寡钱互伊自由运用吼。啊，若无咱即马这山顶，咱讲这个老人足济啊，已经直淘汰啊吼，啊，佫请无工人，后摆这个花园会愈来愈济。大溪区蔬菜产销第11班配合政策投入有机农业，落实不用化肥的竹林管理，也希望政府能给予配套的补助及支持，才能让地方农业永续经营。也邀请大家一起在产季品尝桃园在地香甜的绿竹笋。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夏天是芒果盛产的季节，台北市松山路等街道分隔岛上的芒果树因为盛产，常出现果实掉落的情况，不但会污染环境，甚至影响交通安全，还有民众冒险到分隔岛捡芒果。因此，台北市政府公园处每年5、6月都会出动打果大队。台北市政府公园处人员乘坐高空车到好几层楼高的分隔岛树上顶端作业，他们是打果大队，目标是芒果树上结实累累的芒果。这也是台北市松山路整条分隔岛上种植了65株芒果树，每到夏天，随风飘逸的芒果常自动掉落，不但会砸到下方行经的汽机车，还有民众冒险到分隔岛上捡拾。其实是没有很大的风是不会啦啊，但是它像这种成熟以后它就会自己自动掉果嘛。那掉果有时候会砸到汽车的车窗，所以也有一般民众会来路边捡拾。台北市政府公园处方面表示，早年政府曾推广种植可食性地景树种，其中芒果树就是最大宗。为了避免10几公尺高的芒果掉落威胁人车安全，公园处每年5、6月在芒果落地前都会进行打果作业。今年因为气候异常，打果后的芒果树很快又长出丰盛的果实，因此进行第2次打果工作。我们其实在每年的5到6月就是会办理打果的事情，就是将这果实打出，那维护整个行人的安全，然后还有维护整个环境的一个干净性啊。那当然因为今年气候比较适合芒果的一个结果，那我们打完果以后呢，又结了蛮多的果实，所以我们这次呢再办理一次补打。
那针对这个次的一个补打的一个过程我们大概预计是7月3号起到7月6号执行3天针对这个松山路的部分来做一个整条路的一个补打。说是打果，不过员工队工班人员却是在密集的枝叶间上上下下用手将一颗颗芒果摘下来，非常辛苦。芒果很大量都不好采，然后而且有掉下来的话会砸到人，所以我们要赶快把它收起来。初步估计，员工队工班每天采摘的芒果重达上百斤，除了送到苗圃做堆肥，也会赠送给周边邻里民众。打下来的一个芒果来说，因为这芒果的甜度蛮高的，所以我们其实会除了拿来做堆肥以外，那另外就是说周边的居民或里长针对这个芒果树想要做一个食农教育，或者是说等于说环境教育的使用的教材的话，我们其实会主动提供给他。如果他跟我们索取的话，我们会提供给他们做一个环境教育的使用的教材做使用。据了解，全台北市列管的芒果树超过550株，多种植在人行道、分隔岛及公园。公园处方面，除了定期执行打果作业，有呼吁民众不要自行打果，以免发生难以预料的公安危险。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为了要达到净零碳排的目标，高雄市政府编列预算，将高雄市11个区的里公务机车换成电动机车。苓雅区里长们到苓雅区公所齐聚一堂，准备领取新车。而这一次的汰换，正是为高雄的环境与空气品质尽心力，达到节能减碳的目的。苓雅区林华里的里长戴着安全帽，骑着新的电动机车往尽头的方向缓缓前进。对于刚刚试骑的心得，似乎相当满意。试骑之后的感受怎么样？那个加速性呢，我觉得还不错。然后因为它龙头它其实有点偏重，所以会相对比较稳定，在高速骑乘。刚刚有稍微试一下。再看过来，苓雅区的里长主席坐在机车上，比出帅气的姿势，接着按一按方向灯和喇叭，似乎还在摸索电动机车的各种功能。从今天开始，在里内的大街小巷在骑，一定很多的民众会问我，里长，你这骑的什么机车？我就会跟大家说，这个是电动机车，我们一起来推广这个节能减碳。为了净零碳排的目标，再加上高雄市11区的里公务机车已届年限，高市府编列预算汰换燃油机车为电动机车。苓雅区的里长们齐聚一堂，填写着资料，准备领取新的里公务机车。旧的机车已经8年了。那新的机车给我们呢，里长们呢会有一个安全的服务里民们。我们也希望里长在大街小巷的服务能够去启发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大家都一起共同来落实这个净零城市的相关的一些规则跟方案。里长每天骑着公务车在里内拍照，那总不可能让它变成一个移动式的污染源，所以追求的这个目标没有改变，所以市府就从善如流，赶快进行了签约仪式，让有2家厂商进来投标，那也每个里长也很开心的，然后来换这个交通工具。那我觉得这是个城市进步的展现。在外面我们骑车的时候，看到那些年轻人骑这个电动车，心里就很喜欢说，什么时候我也有这个机会可以骑一下电动车。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今天非常的高兴啊！我们公所这边大动作都采用光荣机车在交车的现场，车厂的经理以及工作人员也在旁协助里长们了解电动机车的使用方法以及注意事项。所以呢，过来后边的操作就跟咱油车拢同款啦。我们有配备这个前后双镜头的行车记录器，让那个里长在执行上面安全更有保障。里长总是骑着机车穿梭在邻里间做选民服务，除了油钱之外，可能还有许多相关支出。而透过这一次将燃油机车换成电动机车，或许就能减少燃油的使用，同时兼顾环保，一起节能减碳，减少空气污染。记者郑光佩、庄淑婷、苏焕君高雄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嘉新闻，欢迎您到中嘉新闻的脸书及 YouTube 按赞，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君，祝您一切平安，我们再会。
机上盒经销商强力查缉，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盒，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看到一则则的新闻，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重可处2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 App。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一氧化碳终结者 NOCO 奖提醒您：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NOCO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